湾村民太妃，我是陈明珍。一天时间来比凉凉的鲜草茶，两天时间来碗熟熟的鲜草鸡汤，哇，真劲当幸福哦，当好食咯。你下鲜草看到背后了，一大片的球色的鲜草花海哦，呀，新品种唔单止好食，还好看哦。那为什呢？到桃园市用来去的双福利哦，而且中间呢，喺另一个种桃园区农业改良场花25年的时间，研究改良出来的桃园2号的新品种的香法哈。那香法种出来以后呢，个农再杂杂起来，配糟泡茶，然后发再熏烧。那鲜草产业从1级的生产、2级的加工，提升到3级的观光服务业哦。都在了中央、韩国地方、韩国民间并政府用扮演综合推动了新的6级产业的鲜草产业呢。等下行业的长度，谈民众的心声，韩国来讨论一下，伊拉关系鲜草有冇无相样，推动过程当中有哪困难来面对的一项的关系。以下讲头呢，来到那个休闲农业地位度吼，其实教学园区哦吼，1804年哦，那个用么样成立所谓的体用作物鲜草的产销班。哦，去年开始1806年开始，桃园市政府判所谓发财节，吃中种鲜草花文化巡赏，他讲哎呦按奖哦，所以是20万人来看。今年1807年呢继续加码哈，所以今年的发财节用么要有那种鲜草花卉就50万人来看哦，所以看到了迄只新型的鲜草产业，从1级、2级到3级，迄只6级的产业了哈，都在地方上要帮你来做啊，像政府部门要帮你听数啊，上面收给现场来宾大家来讨论。第一个呢係你推办个种你讲的农粮署哈，北区分署的副分署长陈吉成陈副分署长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这个农粮署是做政策的带动哈。好，大家请这个副分长跟我们分享。再来是桃园市农业局的专门委员刘秀琴，刘专门委员。大家好，很好。再来为收给迄只鲜草博士哈，所以桃园1号、桃园2号都会记得我这种大量团队所研究出来的。你农委会桃园区农业改良场新部工作站的站长龚彩丽龚站长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头摆你讲鲜草哈，鲜草很多显影草，有很多西法两分草。我记得两分草哈，等下你讲到嗰種外國進口的時間，到關務總局哈，入口的關務登記的時間係用兩分草的名來登記的哈。伊做係準藥嘅，也做係準食品來用哈。你講到是冷的，是熟的，是鹹的，是甜的，泡茶，行都做得，一年四季都做得食哈。我也都講到啦。甚至呢，你也開發出保養品、沐浴品等等，哈，唔單止做食，還做拿用哈，所以產業鏈係非常長的啦，哈。大家看到關於主要鮮草產地，唔是講關西鮮草因為長樹香，後面你關西人都是鮮草，比較顯影，然後要當長樹，所以關西鮮草非常有名。而確實也係全台灣種植面積最大嘅哈，他們50萬公頃，因為佢係輪作嘛，哈。輪作，所以當年種的可能係50幾公頃，但是種下你30版演，可能這面積超過這個，但是也用輪作的方式，種的時可能係50萬公頃。再來看到嘉義啦、苗栗銅鑼啊，甚至你看到楊梅，你下大體西苗啊，哈，它種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都係用型嘅。仲係應講係新型嘅桃園2號想法，亦都有幾講，你下桃園市有冇目標發展呢？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在工業頭草稿出口表現看守同日本產業製造過程差唔多，但是小區地度批得出當中嘅鮮草莓。你係桃園農改場用咗差唔多25年培育嘅新品種，桃園2號鮮草。尤其台灣生產嘅米太高度，讓我農會從1804年開始，普通農民種鮮草。台灣啊，種是還艱苦哦。
你呀就必须无下人，共党法管理好哦，必须无下人，做人管人贱啊，讲嘢唔喺度啊，能夠講啱用啊，這個黑無限時間縮，時間線啊，黑長啲。農民講比起傳統桃園以後專門做仙草凍嘅來講，桃園以後仙草香氣較重。前一年12月點鐘，到反轉年23日的是種落去，而且到11月12日的是仙草開花。呢期間是15到600嫩葉加工來做茶包。你早上採收的話，到下午烘乾就可以品嘗了，所以非常的快。就是它的差別就是在1號的話，它可能要熬煮，可能1個小時或2個小時。那我們不用，我們沖泡式就可以了。最終為農會估算，一公頃的仙草一年收成係差唔多30萬，兩棟房差唔多15萬，收入大約有2倍。神奇的仙草。除了作為泡茶，到山季要結束之前，開嘅吊彩色花海，是東島民眾來量欣賞。以前沒有看過仙草花，我覺得很漂亮啊，因為今年也是流行紫色的，對，就覺得很浪漫啊。中華農會206年第100結合桃園花彩節，是20萬人次來參觀。207年加配到50萬人次，透過結合觀光，打出用來仙草嘅名聲。哦，你用梅仙草一登場了，睇下見面是一大片的花海吼。哦，桃園以後佢係下溫度較高，所以他們25度以上就會快速的生長哈。差唔多10月底到11月上旬哈，那個開花，嗰個樣時是攀花彩節的時節，睇下樣片都看到非常非常的正。佢也適合就係嘉義以北地區來種，最主要係乜嘅？你講農業嘅適地適種。適合嘅地方嚟種，適合嘅品種。有人講講係有機質嘅沙鎮奶，也係講排水良好嘅鹽質嘅奶肉嗬。用啲奶肉嚟種係非常適合嘅。故所到桃園咧，先到呢個楊梅啦，個鮮肉都係用啲品質奶質種適合嚟種嘅啦嗬。你看到佢老啲頭擺講一種嘅關係嘅桃園以後，有買無窮樣嗬。佢主要咧係你講嘅。佢咩種撲下去嘅，關係中係太田太當場撲定咧，而係半直立型嘅，所以開發嘅時間咧，當將最迅速。但是佢產新筍嘅時間咧，像你摘茶用係用機器摘，用人工用機器摘，所以你下對下呢個人力老化啦，機械化冇不足嘅時間咧，農村嘅問題再加啲用啲新式嘅品種嚟做解決嚇，所以佢對。機器來採收，讓人力成本比較少哈。韓國人呢，佢係較慢速嘅，故所佢採收嘅時間呢，比呢個桃園以後老嘅品種呢，差唔多較長啦哈。我還先強調一下，那個公採地公站長就是說，桃園1號跟桃園2號，我們剛剛也大概看了一下，差別蠻大。你們為什麼隔了25年才把桃園2號這麼厲害的這個市場這種新品種推出來？這25年你們都做些什麼事情？因為當時我們主要的仙草產品是仙草凍，所以我們當時是以領膠能力，因為仙草凍需要它的特性就領膠能力，那領膠能力高的我們就作為第一優先的目標。就像我們吃仙草蜜那種一塊一塊要仙草凍，所以它凝膠的這個膠質要比較高。桃園1號是這個表現比較好。對，它這個表現比較好。那我們就在89年的時候就命名桃園1號。好，那我們就推廣在關西那一地方種，所以現在關西都是種桃園1號。對，所以我們後來就在針對這個香氣的部分，因為我們進口的仙草其實都沒有香氣，還是而且1號的香氣其實也稍微差一點點，所以我們會改良這個缺點，去選香氣的品種。那我們經過我們的25年努力哈，就是從種源收集到最後，在103年底的時候，我們就命名了桃園2號，它的商品名叫香華。香華。哦，對，那104年我們就推廣在陽明來種。那接下來我要請教我們的這個副分署長，仙草它作為一種特用作物，在農政單位來講，這種特用作物它有什麼特別功效嗎？還是說它特別對哪一種農業問題對症下藥嗎？所以它叫特用作物。以這個地區，仙草是它的一個特別的一個作物，它跟我們一般的農作物會不太一樣。那大概就只有幾個地區會有。那最主要是我們除了種稻以外，有沒有？我們來輔導農民來轉做其他的一些作物。那轉做其他作物的話，有沒有？我們可以讓農民有多一些選擇。
那它可以找到一条新的出路，除了种稻以外，有别的作物可以种。是，所以等于说，唔单止师傅的啦，还讲师傅真正数某钱哦，各种咸醋也会做的，还讲人难有是还会发各种从他这提供技术了哈。但是问题问到人家就拖延师生妇流两片，那2年推广下来，因为一般的游客对于那种的咸醋法接触土壤关系，你都看到人成功以后，那边来年要继续来听书。种特用作物哈，主要是为了因应我们的极端的气候，那农业灌溉用水减少，这是大家都知道嘛哈，所以我们鼓励我们在杨梅跟新屋地区，我们种我们所谓的仙草。那最主要是我们今年花彩节推出我们的只爱杨梅，我们的仙草花海，我想大家都很轰动哈，造成大概数十万人涌入我们的杨梅哈，我们的仙草花海其实。不比薰衣草差哈，那不仅是可以观赏用，我想在我们的农产品多元化上面也有加值加分的作用。农会的总干事是同乐力来做哈，一点来做我们的头南哈，来讲下你做总干事，用百姓来带动了新的产业，来鼓励农民种植。头摆安利出提供老大哥关西的仙草的故乡，谈过咸臭天啦吼，嘛唔知嘛个嘛特殊品种哈，就啱啱就田嚟落去做，冇想到做到暗好啊，好你看吼，农会有风当傻批。当傻批啊，嘿啊！等下好，除了哈，这跟上我们的关系的脚步了，我们是一起直追了哈。所以两个产品哦，我哋就推出哈仙草茶包啦、仙草鸡的茶包啦，还有仙草茶等等哈。那我们自己哈，还有特别请家政班的班员哈，研究用仙草茶来熬煮做仙草的茶叶蛋，所以我们叫做仙 Q 蛋哈。那明年准备仙草冻也会跟着来上市了。那还有。我们现在哈，大概也委托哈那国立宜兰大学来给我们研发仙草美白面膜，还有化妆水，还有洗手乳等等，也预计明年会推广。那我想哈这个我们常强调1级生产、2级加工了，3级导入休闲观光产业了哈，我们达到6星级的一个农业产业哈，我想这个将来绝对会是我们杨梅农会的一个亮点啊。感谢您总干事哈，那个他还有啥个那个杨梅的咸草农民哈，然后来讲一下，你种咸草。时间冇去长嘛哈，有看到希望冇？一开始咱做的时间，我就要无种过，要唔对慢种，我就用种吹方式来安尼种仙草，安尼细量的炸该塑胶布安尼，该保湿，然后该草还唔会松起来。我就安尼种，该胶带就无炸该易潮湿。因为有班我就。该总干事就讲，该放草要放4年哦，该一紧上放唔出唔脱。该就做开会的时阵就讲，该做早易潮湿安尼，就慢慢停下来。从该培的我就落有机肥，落下虫，因为要需1年。因为有机培我就出有机培慢慢学，唔系一下出送发好培，一下出出来学冻架。古早期做个电脑学久。3年老培训4年期还有培到个地步。所以要有方法是错的。台湾那个总干事讲到，到台湾仙草种最多，仙草产业行最前面的老大哥，你农关系农会啊，今日又来到你种个推广部的主任哈，主任也强调一下哈。都做仙草做冻久咧，农民市集也去到动态见，地位所有的人。仙草的产品哈，即溶包啦哈，仙草拉面啦，仙草面膜，仙草擦布啦哈，仙草盖啦哈，他们让的少全部有哈。为什么这么个关系的仙草暗柔面？这么个民国的面子要不种到暗好，要不种到暗好的仙草，你来机会了，他家来分享哈。他家就提哦。讲到关西，民国78年之前，你讲到关西，一定唔会想到仙草，是会想到嘛个咸菜湾。他家一直讲咸菜湾，是想到关西。不过到底啊，按当年来讲，讲到关西，你就会想到嘛个仙草的故乡，仙草的故乡，还讲嘛个长寿乡。做嘛根本嘅关系种出来的仙草，按住咩啊？按好。品质暗好，你要一定要历史的故事，我哋要来讲，他家的共同的分享啊。就是按民国的78年，农人厅古镇一乡镇一休闲一只特色，关系这个特色系嘛个？79年
我哋家就想講，高粱廠就研發一隻新的品種仙草。佢安德是講從79年、81年一開始，高粱廠的葡萄喺度，就有種個仙草嘅茶包，即講啦，滾水沖下去，就像個烏龍茶狀，清香嘅仙草茶。注意。我哋新聞樣片總下有一些，你睇睇新聞樣片你了解下，好嘛？好啊，我哋看下樣片哈。好，先嚟看新聞樣片，手機。不管是仙草加工廠地圖，將動態價格網就係3點鐘將首選嘅濃縮加工品，亦係關係千有名嘅仙草。種仙草30年嘅關係農民認為，關係仙草是發展出安尼規模，係引致關係嘅氣候條件都好。膠質要當厚了，所以做出來的仙草啊，就是比別的地方，好像像嘉義啊、台南啊，陸續我們台灣都有在種。全省關係是最慎重啊！我已經種了差唔多30年嘅啦。農民講，仙草主要係看光同熱地度嘅高質，關係仙草它主要高牆地度是實產生嘅高質，比別的天氣種出來嘅仙草較多。對商人來講，是減少當多嘅成本。運出來嘅膠質是1斤到2斤啊，運加10斤出來。運出來嘅東西啊，我運的是仙草，你下擺運唔出來用嘅仙草啊，平常嘅仙草早來講啦。土小路路嘅灌水地度到仙草粉，個煮下在一鑊燒仙草，乃加甜粉變化量只係仙草凍。另關係至農會為咗合乎2萬年食東西習慣開發出嚟各種粉包。按到底吼，按到嘅仙草頭擺對運當久嘅時間，吼，你下是當方片，按辦公室，吼，按到嘅自用包吼打開來，按兌水，吼，馬上是有一杯香醇。非常營養可口嘅天然的一個飲品。關係仙草發展過30年呢，關係至農會講，關係一年大約生產20萬到30萬公斤嘅仙草，連住仙草同好體力，無法度連續耕種。農民大致係4或6年一年種仙草，按嚟輪緊來調整體力。好，台灣新聞樣片，青皮加姜頭迄只阿伯吼，拿點小小的耕耘機在翻土啦，在做大量，而且搞老臭搞提起啦吼。嗰個阿伯年紀一胎吼，所以講你睇農村人啲老化，吼，你睇青苔問題，韓國嘅基氣化不足，好像種仙草基氣化不足那種問題也係。實質地你農改廠去提出新嘅品種，有青蔥嘅原因。是講你睇農村呢度現況嘅問題難題，係咪加點新品種來做一番改善啊？吼，你睇講到所以做4張1Q 嘅生產履歷嘛，哈，所以講友善種植哈，佢用把因為濕度啊，所以嚟做生產履歷來做起來啊，嗰啲資源譜啊，嚟講有機哈嚟做，像你用話咯有先則明嘛，哈，你睇有。你還用友善啊，冇咩化學皮料，冇用農藥方式，友善嘅方式嚟做，販賣行業有機哈，因為直接泡茶嚟食咧，所以就有機可能係行下好嘅，所以有機包裝用啲仙草講嚟做出來。科技面咧，講到係個品種嘅育成，好像新品種，頭話講到20年嘅時間哈，問題咧，用新品種嘅特性啊，古實推廣加工技術研發，頭話。你關係啊，看到室內用嘅嚇面膜嘛，個面膜嚇仲下有，所以咧加工技術非常重要嚇。經濟面嘅家私面積數億嚇，咧家私呢，因為咧嚇台灣大體嘅嗰個仙草嘅消費啊，你講到鹹嘅甜嘅社會人嘅病嘅嚇，一年透天都有，所以量非常嘅大。但是呢，種嘅需求，種出來量並冇拉台灣嘅市場，故所差唔多6成7成係外國嚟進口，外國進口當然是大家啦哈，大家有你講食品工廠佢需要用大家嘅產品，但是你農民種嘅雖然講價錢高，但是佢可能呢，佢應該講到佢有生產履歷啦，有資源譜啊，有機標章，佢其實呢，佢做佢高嘅價錢，佢收益會較好。再來看到環境面嘅問題，無論氣候、無用係內質，甚至係健康體力條件，再做發揮等等。
整层面呢，一乡一特产，啦，关系啊，遐移民爱用现，该用是农林堂，省政府农林堂一乡一特产起来做，你遐用为。好，可能师傅也是用铁用作为方式来做哈，来发发手工的农体啦哈，然后也鲜草的生产转期，那用为了还没想用生产转期来做哈。我再来请教我们的这个副分署长，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仙草产业这样的一个分析，在政策面的部分，一乡一特产。这其实也是适地适种的一个概念了，所以等于说，农委会在这个部分是不是会有一个政策性的引导和鼓励？我们就从每年生产量来讲哈，我们大概一年国内可以生产仙草的甘草大概540公吨，那进口大概有1000公吨哈。实际上来讲，进口大概占了将近60%。那我们国内的仙草，它的一个特色是我的香气够，比国外的好。那我们会利用这种特色有没有？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进口的一个替代的一个一个补助哈。那我们仙草把它列为进口替代作物。那一般农友来讲，我们每公顷可以补助到4万5。那大专业农我们可以补助到5万5。那另外我们在这5万5是要去租地，还是说去买苗，还是说去买这个有机质肥料等等，这些都含在里面吗？都在里面，都在里面。实际上这一块就可以直接给了。个别农民就有。对。那针对产销班这个部分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实际上产销班来讲哈，我们大概知道，仙草它需要人力，可是我们现在农村人力逐渐在老化，对，会有我劳力不足的一个部分。那农粮署最近有推出哈，实际上来讲这几年推的话是一个省工机械。省工机械，假设所以我们像桃园这杨梅中的桃园2号，它就可以用机械采收。对，好像采茶一样。我们会先请我们改良厂有没有去研发我们耕作或采收的一些机械合用的农机具。对，省工机械。假设我们农民朋友有没有，我们国内找不到适合的机械，我们可以从国外引进来。好，你第一台引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我可以补助到90%，最高可以补助到600万。售价的90%啊？对，那这个东西有没有？我们是以省工机械来替代人力。那假设这些机器进来，我们测试通过以后，我们会把它列为我们后续的补助。那补助的时候有没有？后续补助第2台以后，我们共同使用的部分，我们要列入我们的小型农机或是这些手工机械的话，共同使用我们可以补助到50%，那个别使用我们可以补助到30%。好，那我问一下我们龚站长哈，就事实上，桃园1号有所谓的根瘤线虫哈，那根瘤线虫这边说它大概还没的可以采收，可能7、8月的时候就已经让整个这个仙草根部就已经长了瘤，然后就枯掉了，没办法采收。那你们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病虫害，所以认为说应该有新的品种接续上来？那针对于这旧的品种，我们讲关系已经固定了，种得很好了，继续做。可是有没有什么样改善方法，可以让他们根瘤线虫病可以得到改善？我们就尽量的用健康种苗。所谓健康种苗，就是说像我们今天录影这种育苗场，它用介质，就是说它的育苗不是用泥土的。对，那这个介质可以就有很多种，什么泥炭土啊、椰纤维啊等等，就是看每个育苗场老板的功夫就对了。对啊，然后除了这个健康种苗，我们要配合健康种苗就能够解决根瘤线虫吗？还要配合水旱轮作。就是我们原来关系的水旱轮作，那个线虫只要你给它经过1期甚至2期的水稻，种过2期水，经过2期的水，那个线虫的密度会降到非常的低。那你隔年健康种苗进去才有效果。好，虽然讲关系嘅桃园1号有一种根瘤线虫的毛片，但是透过你各种的一种的建议啊，来买一种健康的种苗，莫过去用个惯性的离病的土拔苗哈，就奶牛要直接绑起来一种的鲜草用种的法，可能要切片，啊用野法做它都较好的输入哈，啊用现在法呢，其实种鲜草加个一开始人讲，伊可能是比做师傅的哈较好穿啦哈，都在俩做按道的产品，因为卖出去非常重要。像今年嘅关系农会强销铺，没强销话，强销铺的注意哈，这个你都用把伊来行销了，都所谓嘅鲜草的产品哈。我的农会的特色哈，就这样说，总干事说的，直接冲泡就是个最大的便利性。你搬运文鲜草，3点钟、4点钟，2年无限。
好，所以说我们只能用这种冲泡式的，带出国也很方便呐哈。中年后生人啊，不喜欢做家事的人，直接开水冲泡它就可以，就会有浓浓好喝的仙草茶或者烧仙草，这是我们的便利性。现在我们有推出一个叫做仙草的植物奶，是一个很有技术的一个加工厂，然后的作为哈，就等于是鲜奶哈，会肚脐痛啊，会过敏哈，乳糖不耐症，变个仙草的豆奶。哈，仙草豆浆蓉哈，不然是这样子，有一个仙草的那个风味的精华都在里面，含用来的个坚果啦、谷豆的那个营养成分都在里面，所以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产品。18年推出的产品不止18种，所以当年那有新产品。当年是推出一家新产品出来。哦，所以个让研发个能量的动态，还咧经济压力的动作哈，他家研发出新的产品，而且想把它卖出去哈。现在全部农会的每一个员工都有很大的一个冲劲呐。好，谢谢。好，我想安尼用我一篇的新的后生的种仙草的农民是讲，看到关系哦，18年来哦。当然有新产品推出来啊哈，而且然后所有农会大后管铺货买买东西啊哈，你都俩开始做，其实俩两年效果唔会差嘛哈，做这个头下那位四阿哥会讲，做之后比甲爸村比甲工作还多哈，跟伢的情况有关系，你可能未来希望么？我一年种无的啊哈，一年种菜，一年种仙草，一年种番薯哈。我强于第一吼，我4年我因为轮到转来种仙草啦。我用种吼，该仙草的该种的病虫害吼，无嘛该有病虫害。哦。当然难种的，还是仙草用两只方法来种吼，当无嘛该4管理啦。我们4管理哦。是种落去新鲜啦吼，差不多13月就要割咯，长了3月就要2钱，3月2钱容易啦。是到3月都要2钱，就是2月级上班容易啊。杂体过后年代又还有罚款款。罚款退以后咧。罚款退咩做罚钱可以做个种个做仙草罚茶。哦，罚函做仙草罚茶。加仙草罚吼，那剪像刚一天是看的吼，用炒茶米的方法去炒。该仙草罚茶，洗起来咩东香东甜东西。该仙草罚剪的，该调做再拿来闻仙草罐，做仙草罐了。闻仙草罐，俩没关系，主人看做得，该拿来种养关系仙草。这样做哈，香港那边泰国哦，是讲那边先生，仙草唔系用闻的，闻到仙草茶，用炒茶、做茶的方式，像乌龙茶这样诶。半年是做的是按快咩？你应该做乌龙茶，不团伙按什么班家咩好呀做呢？分一条筛，回雕后咧，是来裁切，切不断了，然后将会炒好一些是配糟了，按用伊就做啉咧。头先讲到，仙草的市场按太哈，应该农粮署讲到，当然进口的量按太，国内的市场也有安泰，因缘透天，人的热咧，社会变的吼，甜的咸的都有。但总诶按到仙草原料係國外來進口，台灣種唔拉按到嚟副市場嘅需要。要不然做好管理，本年嘅詳情都會知道講，那邊設得到買到真緊台灣本身嘅呢個仙草，像新屯的新聞記者剛頭去了解一下。土福保的天旋保留日世期開發仙草而流種，順風的天氣做下幾經割皮種綠皮。新竹關係仙草農將敏感用自家流種同關係農會健康苗來控制仙草的品質。自家流種啊，種下太少多啊，太重啊，種下太重多。健康苗只是一條，現在一條，種用3條都在。它都太不容易，就唔是按多工来帮助。你啊，睇成日看到俩仙草罐啊，哈，喺我哋1806年收購嘅農藥殘留檢驗 OK 以後，我哋留意收購落來。唔怪表到倉庫一捆50公斤嘅仙草，也係幾件造成加工品包裝，大家為數早無明確寫出，掠到仙草係哪個農民種嘅，關係至農會用安尼來把關品質，掠到實間啊關係3個月嘅生產量能。
要剪了短短的了一目两目第三目安样插把落去。了哈人田哦，其他越来越将会开进来。比起基建所仙草产业30年的关系，杨梅的仙草产业将开始年。对点样到加工主要经济冲泡茶，韩国是优先无农药残留。这个有哈，目前是友善的友，那以后我们要做有机耕种。那仙就是仙草，那个名呢，名就是简单的意思就是茶，那也就是说是采嫩叶做的茶。那因为杨梅的仙草，那就会杂给松柏嫩杂做的，好，所以我们叫做有仙则名。这在观光来年，甚至包装的调制做较后生的感觉。颜色是用马卡龙色，对，然后用色块去堆叠出来，因为比较舒适、清爽的感觉，就是我们要开发年轻人的市场。杨梅农会讲，会开发出饮食式冲泡的仙草茶，最后融合2万年适当时的习惯来做市场的分配。那近年来进口的情况一样般现，民国90年的时间呢，其实两动态啦一直到106年呢，都还有要按到差不多上万公吨了这么多的这个进口量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分署长，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刚刚这影片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其实仙草它的这个储放的条件要很好。像关西农会，哇，它有这么大的仓库，而且我们知道桃园1号，它可能要放个1年2年之后，它的胶质要经过熟成才会有更好的表现，所以它需要的仓储空间是很大的，所以它需要的仓储条件、温控、湿度的控制的也都是很重要，所以它相对来讲，我们如果从进口这边来看，我们进口了这么多，那我们如何去管控这样的一个进口的品质？第一个把关。我们在进口海关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抽验的一个把关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仙草大概进来的时候，大概都会以食品的项目进来。那卫福部它会有一个抽验的一个动作在。实际上，卫福部现在有一个非登不可的一个体系。非登不可。你的原料进来以后有没有？你就要上去登录。那我们主要是从哪些国家进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进口大宗是以印尼为主，大概占了进口的60%。那越南几成？越南实际上来讲不多。不多。那中国占了几成？大概会到将近3成。所以印尼和中国是主要大宗的进口国。对。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龚站长，那个仙草。那个需要空间非常非常大，你看我们关西仙草一捆一捆的都还写名字呢，就确保这个品质好，谁种的出了问题都可以找他那有没有什么样新的研发方法，可以让这件事情稍微容易一点、简单一点？目前像农业试验所，他们是有先研究了有这个技术了那已经有在研究，对，已经有研究了，已经有这个技术有初步已经计转出来了。那我们改良厂可能针对未来我们会采用其他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从我们省工的机械一开始就直接帮你处理，比如说有可能切碎，有可能然后再进入那个堆积，然后最后我们非常省体积的就出现了，也就是在过程也许包括熟成技术一起引进去，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一进去不用等到1-2年，我们就可以马上用这个材料。你过来看到仙草产业未来的发展有哪条种 SWOT 安样型嘅分析模式来看到啦佢优势、劣势、机会啦、威胁係乜嘅？所以看到优势嘅部分，你重點非常嘅豐富咧，還有桃園1號、桃園2號等等仲係有愛說仙草凍嘅有桃園1號，愛說香氣泡茶有桃園2號但是佢會遇到乜嘅問題呢？佢劣勢部分。飲料市場競爭當激烈啦你睇人同一度，因為新式的飲料出來，手搖杯出來，大家也是窮人一排列的嘛因為填時間買新式的東西出來，所以飲料市場雖然講動態，但是佢競爭當激烈，農會佢可能歸整體的這個研發量能，要講推這個供銷這個量能，所以可以跟別的農會這個市集去合作但是都一般嘅像超市啦，也係講超商啦是手搖杯的市場裡邊的話，可能人家部分這個是
有待投入，要开发投入。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关系推广股这边，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说，要对你哋来讲，係困难的部分，因為困难的部分就需要政府鋪有乜嘢天數嘛？其實你講嘅家下就講到嘅手搖杯裏頭嘅像你哋賣飲料嘅廠商嚟講，其實佢哋拿嘅原料嗬，都係關係鎮農會做嘅啦。哦，真嘅哦。係啊，你按多年來嗬，關係鎮農會做出來嘅產品，做出來嘅原料，傳統嘅仙草粿全部係我農會嘅原料。市場嘛，而家仙草凍全部係農會，有啲嘅高級嘅傳統嘅全部係都是農會。所以你講嘅連鎖店嘅嘛搖杯嘅全部啦，未來我哋我想嗬，含咗乜嘅咖啡啊、星巴克裏頭，又係我哋未來嘅開發嘅市場。剛才想強調人為農會總公司，對你哋嚟講，你係咪認為講你哋部分係你哋有待突破的？是要嘅協助係乜嘅？冇錯嚇，其實我感覺你喺香港人吼，清安啊吼，你看佢啲飲料吼，買嘅吼，你講嘅很品質很差的那個茶做出來，但是杯500cc 哦，60 克啊，我哋做安泰罐960cc 像60克啊，喝下去又健康。又養生又消暑解熱 ，CP 值等高哈，所以講哈，我們現在的飲料包裝，剛剛我們的影片中也看到，我們比較傾向於年輕人，用馬卡龍的設計來吸引年輕人，而且我們的口味呢，有一個微甜的，還有一個無糖的。我們這個2號哈，它含有豐富的膠質的，那膠質來做仙草凍哈，應該是最適合的。亞洲的做仙草凍。對，我哋嘅仙草都得用吸管直接吸的哦，很香 Q 滑嫩啊。哦，所以就會做泡茶，還做做直接像用吸管來吸那種嘅仙草凍。仙草凍另外再做啊，一樣要加澱粉之類的。對，腔裝就是啦，關係嘅腔裝啊。除非講品種某腔裝做出來口感可能會有差一點點，但是我對我們2號的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非常有信心。剛才像我香港啲農業區嘅劉專門委員是講，要加澱粉發通，然後你將市場調查認為哈新嘅產品推出，大家來做。你旁邊有做仙草嘅雙麒麟。乳化嘅方式來做，一條部分係咪農業區對一條新產品研發，你哋要有來聽數據嚟做，一部分係咪要本地嘅一條想法、一條資源？那當然了，因為我們會慢慢來結合農民哈，因為我們現在的特用作物的產銷班也已經成立了哈，那我們會在市府跟農委會農糧署、跟改良場、跟農會哈、跟產銷班這邊一起來結合哈，慢慢來拓展我們的仙草的栽種面積。好，像現場恁嘅鄉親有意見呢哈，兩個先生嘿。第2位唐安給的時間啦，我用國語講比較好啦，比較順。聽到講了這麼多，都是什麼？仙草的後段。真正仙草的前段沒有講出來。怎麼講今天呢？這是我從事農業的心得。因為我從事農業很短，只有5年。在這5年裡面，我在觀察所有的作物，尤其是水稻。所以仙草也跑不了。這個農糧署這邊的話，這個負了應該很大的一個責任，這是對農民教育的不足。怎麼講對農民教育的不足呢？第一個思考方向錯誤，嘗試不夠，是教授的嘗試不夠，他的解說方式農民沒有辦法接受。農糧署這邊對農民教育的不足啊，為什麼？我們大家都知道氮、磷、鉀是植物的3要素。對。氮肥什麼作用？磷肥什麼作用？鉀肥什麼作用？沒有一個講得出來。所以我說，哎，你磷酸，你為什麼使用這個磷酸？他不知道，沒有答案。你為什麼使用鉀肥？他沒有答案。你就說農民都靠經驗法則在用肥料，可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對了。就是盲目的在摸索。所以在肥培管理上面就會過量的施肥，然後增加成本，但是不見得會讓作物有好的這個成長表現。你施了這個肥以後，它應該是作物給我們什麼表現？你不知道。好，你看不出來。我現在問一下仙草博士，看他們解答好不好？仙草博士，來，這個磷酸作用在仙草上面，它是有作用的嗎？還是說其實仙草不需要磷酸，它需要是別的種類的肥料？磷酸其實是需要的，因為磷酸可以促進分支。
分支。你分支多，产量才会把它拉升。对，像你们剪一次之后再分支，再剪第二次继续分支。氮磷钾都有它的作用。那氮肥是增加拉高它那个后面的产量，但是氮肥你不能太高，你还搭配一个钾肥，让它上面的养分能够能够集中到我们的磷胶那个香气才会高。所以这3个要素都是要配合。好，那还有这位先生，了解欣赏。刚才有提到我们农村的这个人力老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增加这些活力了就是说我们休闲农业做，就是要让1年4季都可以来赚钱了刚刚有讲到仙草我们1年可以剪好几次嘛其实这一个产业跟我们农事的这一个体验这个休闲的农业呢是有相当大的连结性要不然有些产业你像水稻就1年2期，可能2期还非常的不好。那所以这个仙草的这一个部分因为最后它1期呢，虽然还可以做观赏花这样子的一个作用，那这个观赏花这个主要用途呢，我们是希望把人带进来所以我们这一次真的是成功把人带进来了那这次应该超过40几万人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人进来了以后，我们这个产业自然就会带出去。那另外，因为我们这个地区种的都是叫友善或有机的耕作，所以呢，这个叫做健康这个是健康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让农民增加不只是说1年2次的收成，可以3次、4次、5次的收成增加就变成农区的幸福了所以我们是活力、健康、幸福是我们休闲农业区的愿景以上，谢谢大家，谢谢。所以咧种个新型的土研医好仙草，真近大部分那个用位种个休闲农业区3伏、2伏、水养个盐分42青苔就希望啦来看到鸡飞迄物件呢，仙草产业鸡飞迄物件呢，仙草有高抗氧化的功能所以也有机能性的发展也都讲求健康嘛，所以机能性的一些食品是大家需要的。再来看到好产饮好来种饮料市场紧发展的啦所以大家都希望它新式的口味会出来韩国咧政策一部分要有来鼓励啦像发休耕体啦，甚至迄青年农民会项，像桃园市农会也针对青年农民做青岛的鼓励啦再来迄个仙草花也做观赏，做休闲产业等等。但是看到你个鸡飞也会了解，你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啦威胁迄物件，头我讲到东南亚主要迄印尼个中国一种个进口的仙草，伊量动态但是伊要把伊种出来可能唔低，但是为何普都非登不可，都变紧的时间都限制天的电力所以咧种个进口的大家的仙草呢，对国内的仙草价钱伊当然比较便宜它个食品厂可能老易买，你个可能说市场的要分隔很清楚，你农民那边市场很有把你说可能它狗家它健康的友善有机市场区隔要做出来。再来气候变化那种落水预期不足我想最后请教我们台上的来宾也做一些相亲的回应呢，就是说仙草确实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香华2号桃园2号好像给大家很多新奇的感受，因为它可以看花，它是直立式，可以机械采收，可以用做茶的技术，像乌龙茶那样被做出来，马上就可以泡，不用弄2-3个小时。所以我们大家觉得这个好像也给我们这个休区的阳明休区的农民觉得希望满满这些收益确实比稻作要好。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优势、有劣势、有机会、有威胁。农政单位在这个部分会做什么样的政策的这种导引，然后希望这个新兴的仙草产业可以往一个比较未来有前景的方向发展。那这有2个方式，我们种出来的仙草，我们经过你假如像关西的话有没有？它是一个区域加工中心的一个概念，它可以帮我们先做一个处理，把原汁给弄出来以后有没有？后续的我们去再做其他的一个加工。那我们可以怎样？我可以不必投资那么多钱，因为每一个加工领域有没有？实际上，土地、厂房、设备，那投资下去都是很多的一个经费。人力的技术培训。那我们利用这一块，我们跟业界合作，我
我们就可以找出来，哪一个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对，那我们如果说变成是原料供应商的话，我们赚的当然是也不错的利润。可是真正赚钱是品牌呀，如果品牌最后被加工厂赚走，那我们原料供应商有赚，但是赚的也不多啊。我刚刚有谈过有没有哈？我农民我提供原料加工以后，我回来自己卖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量多。我要量多怎样？我利润比较少，可是我量多，我一样可以赚。那我们开始辅导以后，就是比较稳定、长期的、大量的这个部分。我们辅导农民增加种植面积以后，有没有势必量会增加？我们帮农民找的就是我去帮你找加工厂，或是找一些连锁的那个饮料店，有没有？提供他做他差品的一个原料，那自然的他卖得多。我们实际上相对来讲，我们原料供应的会多，市场大，原料需求量就大，然后那农民就会有收益。好，那我不知道我们的龚站长觉得说这样的方法可行吗？还针对这一点我还蛮赞同我们副分署长的看法是因为他那个应该只是比较中期的，就是在年轻人的这个饮料市场，未来其实比较看好的是医疗市场。医疗市场，这可是现在还在研发阶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医疗高抗氧化这一块，因为你果然是仙草博士，马上就讲到这个很厉害了。因为它里面有熊果酸、咖啡酸、山奈酚，这类似这种很重要的。熊果酸可以干嘛？美白吗？对，就是美白。它黑黑的，所以美容产品的很多都可以做。那你刚刚说还有咖啡酸？咖啡酸对，这个是比较属于消炎，或者比较属于就是可以预防那个我们皮肤老化还是什么类似那一块的细胞活化的这一块的还有一个是什么酸？还有一个是山奈酚，大概跟那个比较像。跟什么比较像？跟咖啡酸比较像。咖啡酸很像。对，这个是目前比较高阶的，像中兴大学，他们就在这一块有研发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常年来饮用这种比较好的这个方式种出来的仙草的饮品，吃久了对美白、对于防老化是日积月累可以看得出一些功效的。有功效的，它真的是让细胞年轻化是有功效的，让细胞年轻化，因为它抗氧化嘛。你是这个仙草博士，你讲我们都会相信哦。好，讲也真给仙草非常，迄咸臭咸饮不你的臭了哈。介绍最后像应该桃园市农会下面还会继续用无强用方式来带通。那我想，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水稻过剩，所以我们桃园市政府跟农委会一样，跟改良场一样，跟农会，我们都一直鼓励我们的农民能够种一些特用作物然后我们在打造品牌、强化行销让我们更多的青农能够回乡服务能够赚得到钱，这是我们的唯一的目标。所以，好好来发展农业的时间，不但是提升的农民，当3忙来做，随时提升自家的专业知识、政策的技术以外呢，还向政府部门，无论係研发的单位、政策的两头，甚至係中央，甚至地方政府，盼到发通啊，也講補助帶通，都會非常重要嘅。像當然消費者嘅支持，也係你農民、台灣農民。來好好發展呀，青蔥有一隻助力啦哈！今日嘅村民台北經常到那邊感謝人嘅出款，下禮拜搶同樣時間持續收聽村民台北新聞，大家安子生，謝謝。